聽講浴室寶好好用喎，咁天花式同窗口式有咩分別？裝浴室寶又容唔容易呢？天花式浴室寶放喺浴室頂部，需要安裝喺假天花之中，暖氣乾衣效果會較為平均，無論係整暖間房嘅速度定係乾衣嘅速度都較快。安裝條件係樓底要有一定嘅高度要求，而且需要預留位置俾風管同排氣喉駁出街排氣。窗口式浴室寶有好好嘅換氣效果，而且冇樓底要求，大部分家庭都啱用。而安裝方法都較天花式浴室寶簡單，通常拆除抽氣扇就可以直接安裝，而且具防水外殼，唔怕落雨天。Panasonic 天花式、窗口式浴室寶而家仲新出咗 Just Fit 系列同 Nano EX 功能，實有一款啱晒你。記得喺安裝前叫師傅嚟睇位，確定冇問題先買就冇走雞啦。Panasonic